去，来救我！雷姆，你要说，跟狐狸讲，我是说，我不是梦，你说这个苗话我能知道。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叫啊。我问你叫什么？我真的没有叫。你手上拿的那个手机是什么牌子的？看着老是你好玩，给我看一下嘞。手机我自己花钱买的，为什么我要给你？好吧，我查杀人，你呢？我查杀人，你呢？你查杀人，不要杀我！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